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初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外交部用专机去印度载129个旅客返来，内底有9个因为身体有各样已经咧验病毒，其他人士也开始隔开观察14天。新北市一个男性按国外返来，留店厝内检疫14天。昨下晡李干事去探问，说发觉伊人坐伫碰椅，已经蒙无气势。 台湾感通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 ，WHO 也是讲中国是唯一的代表。不过也透露已经有2国提案要邀请台湾的问题。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台湾今仔日无新增加为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到这当阵，咱国计共是438站病例，已经有334个病人解除隔离，复原出院了。另外，指挥中心也提醒海军攀涉男者的解除隔离，转去家己健康管理的官兵。 还是都要继续注意身体状况。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哈，那累计有334人解除隔离。那到现在为止哈，我们大概438例的确诊，分别为347境外移入，55例的本土个案，36例的动物件。确诊个案中6人死亡，334人解除隔离。因为印度宣布海关封锁，但外交部嘛吩咐中华航空用专门飞机去遐载129个旅客返来。这内底有9个民众发觉身体有各样，拢已经咧过验病毒，其他人士也拢开始隔开观察14天。 那顶月日20，按中国乌北倒转来，头一批迄200几个国民，早起隔离期间到，众人也自由离开了。为印度飞返来台湾的专机一个降落，机顶的129位乘客随登记办理入境手续，搁一防疫巴士前往隔离所。 这届专机原本有183人报名，最后登机的敢若有114位台湾人，加伫咧台湾做事的15位外籍人士，计共是129名，其中有9个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得紧急采检。我们从孟加拉包一台小型飞机到德里，然后再转华航的班机回来。哦，那这样花很多钱哦。对，要差不多10万块。当然很开心啊。你说怎样？ 安排多久？大概1个月吧，因为前后吧。那是当地还有人，应该还有人。有，一定有，因为有一些工作需要，还是有工厂的需要，还是会留在当地的。另外，4月20号为乌北坐指定机抓返来台湾的民众，伫5月初5早起，有231人是结束14天的隔离，透过新竹检疫所的安排，因坐游览车登去处理。 现在自由了。那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最想做的，赶快恢复好心情上班，买点好吃的，在里面在家里做一做啊。新竹检疫所除了这231位民众通顺利登去处理以外，另外伫5月初6也有229人通解除隔离，登去处理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昨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一个按美国返来台湾的小家人啊，验到第4摆才断定体内有带武汉肺炎的病毒。但感染症专门科医师就咧讲，这款咱国外倒返来的民众，上介好是连抗体都同齐验会搁较准。另外，当有英国的专家咧警告，可能人类永远都研究袂出武汉肺炎的预防剂，就是这款症，当年拢会搁流行一摆。 伫国内个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除了潘石南又有1个人确诊，另外1个个案是去美国投资返来旅行。特别注意的是，伊是居家隔离14天了，第4遍采检才确诊，同时也是返来台湾的共班机内面第3例确诊。伊的镜头只敢若流鼻水。对此，国内专家讲，若是有接触史或者是旅游史的民众，建议采检时阵爱搭配验抗体，才能提悬敏感度加准确率。 可能做个2次，大概就可以抓到大部分的病人。再来呢，你要把抗体的检验加进来啊，就是你做 PCR， 同时要做个抗体。那这样也可以增加你的敏感度。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第赛也是英国的公卫专家纳巴罗日前捌警告，人类有可能永远研发袂出武汉肺炎的疫苗。台湾的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民也认同这项推论，因为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 目前的疫苗研发依然无法度通过所有的安全加有效性测试。
无排除疫情每年都会来一遍。跟它最像的2只冠状病毒，自然感染以后呢，免疫反应只能维持2年，就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就不清楚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的免疫反应，有效的免疫反应可以持续多久。如果它还是只能持续1-2年，这个疫苗就很难做。日明预估，国内整体疫情在6月底应该当缓和，全世界经贸活动也慢慢开放。不过，一个有效疫苗上市进程，建议民众出入公共场所爱接水手、挂水鞍，保持社交距离，才能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5月初1日时，新北市一个今年55岁的男性按国外倒转来台湾，随老店家己新增的厝呢，要检疫14天。啥人知影到昨下晡，李干事去甲伊关心探问的时，所有人伊坐伫碰椅，已经望无愧视。但死亡的原因，得搁等待法医5组来检验，才通查明事实。新北市长侯友宜甲新北市议员抗议大合唱，明仔载会更加好，为市民甲医护人员祈福。不过，伫咧合唱前，新北市府开新冠病毒疫情应变会议，伫报告内面讲，初4日到新北市新庄区发生居家检疫的个案，伫厝内过身，死亡原因不明。我们的李干事非常用心，要去送居家检疫关怀包，敲门一直都没有回应，所以才通知相关到位到现场。到了现场，发现这位居家检疫者已经死亡了，真正的死亡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居家检疫死亡个案是一位55年厝姓叶的查甫人，5月初1自中港澳入境，伫迄天就随登记新增的厝内居家检疫。5月初2、初3，李干事敲电话去关心，拢有甲当事人联络到。不过伫初4日头卖送关怀包予伊时阵，发现死者坐伫咧碰椅顶头，已经无生命现象。就我们了解的是，他长期在大陆工作，电话的了解通通都很正常，都没有提到有任何的症状，也没有咳嗽，然后声音也蛮洪亮的。新北市政府民政局讲，到初5，居家检疫者总共1705位，其中中和区甲新庄区上侪拢超过200例。这位居家检疫死亡个案伫咧厝内过身，会当讲是全国第1例。伊的遗体送到邦桥殡仪馆，死亡原因是交予检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咱的政府有限制按中国香港甲澳门来留学的大学生，暂时袂用得过来。因为病情咧拖有较掂，教育部当时已经开声讲会紧协助因转来读册。但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就表示，学校已经传好势咧等待政策开放。实践大学校长也建议，就要先放今年爱出业的学生入境，通好付休率，互因摕到出业证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监管政策，而且充分满足防疫需求的前提之下，教育部表示会尽力来协助25000多个也无伫咧台湾的境外学生转来台湾读册。因为这个人内底会当讲全部拢是陆港澳的学生。中国科大校长张彦博表示，会当采用类包机的形式，予各学籍应届毕业生优先转来台湾。我们只要2500个人去折算哈，我们采取一个类包机的方式。那类包机以一个班机250个人，大概10个班机就可以解决。分配包机，而且费用是由境外的学生家己来负担。张彦波认为是无问题，期待5月底6月初会当实施。也若实践大学的校长陈珍贵嘛表示有认同，嘛指出无入境的陆港澳学生，若是干那收学分要会付，会当伫咧休热的时阵开课。应届毕业生嘛会当伫咧迄个时阵顺利摕到毕业证书。不足这一个9个学分以上的学生，事实上呢，我们也会利用暑期给他们开课、紧急加班。那让他们用暑修的方式，弥补102学年度第2学期课程的不足。所以紧接着就是我们硕士跟博士，这一些应届回来以后，他只要选择在台湾继续往硕博士的时候，他就可以报名，也可以参加面试。张彦博认为，真侪大学拢已经准备好啊，就等政策开放。而且中国今年禁止中国的学生来台湾读册，若是应届毕业生转来台湾，是大大增加来读博士班甲硕士班的机会，对台湾的学校嘛有正面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病情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加在咱国去年因为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争，就已经开始推动台商返头转来投资台湾，特别是这中间投资到网络通讯的项目上界大笔。
如何应付近来众人要点出来办公甲采买。但行政院的景明宪政务委员就表示讲，若是这款网络的产业今年春天是大有成长。我们去年布局的台商回台，那回来的第一波就是伺服器网通。那这些呢，事实上就是在武汉肺炎发生这一段时间呢，国际上的需求是大量增加，因为有很多的需要的远距工作或远距教学等等的一些情况。那这个部分刚好我们国内的产能就可以搭配起来，那也使得说在第一季的情况之下，这几个产业事实上它的成长是大幅的成长。行政院景明宪政务委员表示，台商环头投资台湾的方案，按算5月20进前，金额就听好超过1条，也通带动8万几人有事做。尤其这1条的投资计划，今年来就有3253亿的实现，占经济成长率 GDP 有1.7%，对经济进展的支持，确实是有真好的效果。行政院昨宣布讲有工课做，毋过无通混到饱，亲像咧举广告牌咧卖玉兰花才小工，啊，佫有较艰苦过的农民渔民，按起来有154万人，拢通来申请1万块救急的补贴。啊，早起各地头的区公所都已经烧钱人来探问，啊，毋过真侪民众拢烦恼讲，工作证明真好去摕这条补助，毋知敢会顺时请有咧。卡一排电话是一直亮无休困，区公所来探问的民众嘛，客甲吵。行政院顶一日针对弱势、无投保的人，还佫有农民、渔民，伫咧排富的情形之下，扩大发放1万块的急难纾困金，包括举广告牌啊、甲卖玉兰花的人，拢会当受惠。公所为初6开始就开放申请。我太太是她兼职的，公司不开公司那个工作证明，你变成说你纾困1万块，我们领不到啊。看得到领不到有什么用？他们说生意不好，那就减少我们的时数嘛。我是做清洁的，那我们自己在接 case， 我们哪有可能有工作证明？你去找谁要征工作证明啊？他说卖玉兰花可以申请，苏贞昌讲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还在说要没有工作要怎么样的证明，要怎么样去拿没有工作证？没有工作就是没有收入嘛。民众大部分是怨叹讲看有食无，上大的困难是因为无法度摕到工作的证明。区公所表示，申请的资格会放令来认定，且民众都要查身份证、影仔、甲户口簿啊，还佫有寄金簿啊，而且内底资料爱登记到4月30以前，方便工作人员来审查。到公所了后，才填相关申请的资料。昨天接的电话大概有500通的电话。那来到现场要了解这个申请这个大概有250多个人过来，所以一下子那个人潮非常的多。要你检附相关证明文件，你要来填申请表，那假如说无法证明你原有工作，麻烦就写一个切结书，之后我们会尽快收件来审查。区公所表示，会赶紧审核来拨款，嘛提醒民众是以1户申请1届为原则，尽量说明是啥物原因，伫咧疫情的期间收入减少，提供相关的资料来做审查。另外，若有领其他相关的社会补助，甲有投保加入军公教、劳保，抑佫有农保的人是无符合资格，就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劳动部就提出办法，讲自由作业无固定头家这款趁食人，听好领到3万块的补贴。其中分林的渔民下资价就2万通人，啊，不过因为渔会卡手有较有限，地处排列排真长。但渔会专员就表示讲，申请的资料拢都要一件一件对。目前完成申请手续的人数，拍算还无到一半咧。真侪渔民一透早就载文件到分林区渔会大细推广中心，要来排队申请纾困生活补贴。不过因为区渔会能力是真有限，干那几个摊口通申办。渔民是真踊跃来申请，造成几两天拢出现排队的人潮。刚来嘛，人足侪排到外口去，这个饭头啊，无多啊，系啊。啊，今日过来排？啊，今日才提早来排。时间拄啊，拢袂符合啊，你安尼透早7点外就来排啊，所以讲啊排啊，即阵啊，搁爱排啊，几点要排着吧，毋知。分林区渔会表示讲，原来投保渔会符合纾困资格的劳工超有21800人。虽讲为4月27日开始申办纾困，不过因为分林县干那一个区渔会，佮加上各乡镇干那5个申办点，目前完成申请的人数也未到一半。比照我们上次发消费券一样嘛，你通通发就好了，也不用申请的手续，大家也不用在那边很排长龙，然后等了太久了，那我们也忙不过来啊。
好，我的建议是应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好。那你现在3万都还没有办好，你又要发1万的，那又挤成一团，还是办不出来，因为人还是那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有限。云林区议会表示讲，因为渔民到劳保，爱准备的文件是真多，申报的过程不是资料写唔对，就是资料无济，爱个补件。阁有部分渔民是请别人代办，嘛爱付委托书。这寡物件拢爱一个一个来对，才会较慢。烦恼到5月底，申办结束也无法度完成。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昨昏行政院有宣布讲要补贴这上界艰苦的小工、农民甲渔民1万块暂度，不过因为公司还未送去到地方，民众去到区公所嘛拢问唔知，真侪人就直接去苏贞昌院长的 Facebook 写二楼话诉苦。国民党立法委员蒋万安嘛直讲，纾困的政策万百条，申请的手续阁复杂，实在有较无通。行政院长苏贞昌初次宣布扩大纾困方案的补助，针对无伫咧职业工会投保的自营工作者，收入比上加生活费加2倍的人，每一户加发1万块。不过真侪民众去区公所排队申请，区公所的人选问啥拢唔知，连纾困公文拢还未正式发到区公所。地属苏贞昌的人面册去互卖甲变过，一个卖手铃糖的业者就爱讲，去区公所申请纾困，敢若收集证明，得来回遭要几十抓。我2天跑10几趟。你补货在哪边补？我说我都在 CLM， 在公家补的 CLM， 我拿超过300张的统汇报给他。一到办公室，看到一叠厚厚的这些申请文件，说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讲真心觉得，通通给钱，不要分了。国民党团立委批评讲，行政院纾困方案乱七八糟，申请的程序是真复杂，电脑服务投保真正需要急难救助的自营业者看会到接袂到。即个讲是安怎袂打开始就分现金，降低申请的标准。电子公文再快也要跑1天啊，那个部分我觉得行政院确实需要检讨改进，但是要求一次到位的政党。要么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要不然大概就不了解整个政府运作的体制。立亚立委王定宇坦白讲，8一宣布甲伤匆狂，行政院是需要改进。纾困要发的是人民税金，当然嘛需要申请证明。譬如讲卖手铃糖甲玉兰花业者，敢若需要签设计书地当证明领补助。嘛强调讲，政府机关运作也是需要分阶段来进行。针对无家保民众的补助，各管区公告的上加生活所需要金额无同，不离个共款嘛建立伫咧排付条款面顶。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4月29有邀请19个国家用电脑镜头连线开会，互相交流地动病症探开的经验。咱台湾也列在其中。虽然台湾和美国双方面的交流是渐渐在增加，不过国防部这边也透露讲，中国有伫东海海面划出防空识别区。若伫南海这边是也无正式公布，不过量比可能有相像的做法。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4月29举行视讯会议，邀请19个国家参与，除了分享防疫的经验，嘛讨论赛后的合作。大家注意的是，视讯画面顶悬会当看到台湾的国旗，显示台湾有参加国际军事交流。国防部嘛证实台湾有参加，虽然袂当讲伤侪细节，会议用专用的网络，而且有保密的措施。视讯会议确实是有参加它的重点主要是在分享印太地区各国对于新冠肺炎，那希望在疫情过了之后，各项的交流跟演训都是可以恢复正常。这道参与视讯会议的国家有美国、台湾、澳洲、韩国、法国、日本等19个国家。会议主目对抗武汉肺炎甲疫情后期相关交流训练。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答应会伫印太地区继续合作，团结对抗疫情。台美军事交流升温，但是国防部长严德发初时表示，中国伫南海为防空识别区 ADIZ 引发讨论，不过国防部是改口澄清。有中共设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有内外防空识别区，菲律宾有防空识别区。到目前南海的部分，只有菲律宾在做设置中共虽然有类似的一个说法，但是从来也没有正式的对外来公布。若是敦睦舰队目前累计36个人确诊，帮助人344个官兵嘛转去厝落实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敦睦舰队744个官兵必须写入境健康声明卡，过去14天敢有发烧、咳嗽，还是喘气境的镜头，竟然全部拢写无。甲远航期间有人出现发烧的状况无下，对这件代志国防部回应，等官兵解除自主健康管理了后，专案小组会当兵访谈，找出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6月初6，罢免高雄市韩国瑜市长的投票特别举办。今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罢免的理由书和对方的答辩书。不过算起来投票数还阁欠500通件。推动罢免韩国瑜的团体和高雄市民进党市议会党团，早起是提出讲，市府拢咧阻挡因宣传罢免的工作。不过市府这边是回答，那这款话对因是枉屈啊。离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投票剩31天，中选会昨夜正式公告选举活动对25号开始。6月6号东港投票对早时8点到下晡4点，不过投开票数目前还阁欠510件。向民间公开的来增建啊。第3点呢，我们也不排除在可使用的空间搭帐篷。中选会呼吁高雄市政府负起宣布责任，嘛宣布会开始闭园计划，希望5月9号之前完成所有投开票数的设置。不过高雄市嘛有家长甲学校出面表示，无同意就教室。当时候的来接下的人呢，他是还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一个配套啊，不希望因为这个东西造成我们学生、我们小孩子受到任何疫情的影响跟威胁。但对投开票的防疫，中选会已经公告，除了比较目前的防疫做法，教育民众袂使投开票数争议也未解决。罢韩团体甲高雄市议会早起，阁提出证据，指控市府机器动甲真厉害，说来要出地发罢免文宣，把禁公车放罢免公告。举标语、发垃圾袋、记者会、扫市场等罢免选举宣传活动，应受集会游行法所规范。妨害罢免，这个对公务员依法行使职务强暴胁迫，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像选举一样挨家挨户的拜访几个人这样可不可以？警察局的回答是可以，但是有善意的提醒说，如果要做游行的话呢，记得要递申请书。市府认为是方故意误解，但议会民进党团认为市府已经违反选举罢免法，将会提告。对此，韩国瑜无表示意见。另外，中选会早起嘛将罢免理由书甲答辩书公告上网。韩国瑜的答辩只用佛教心经5句话，其他附上市政成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完，咱来看台北。台北市议员王凤梅，本身伊也是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大早日，伊伫咧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这个节目内底，毋但大力批评民进党政府对美国的政策，甚至阁称呼蔡英文总统，讲伊是台湾的领导人。那咧两边也拢有立委出来讲，王议员这款话语，因是无法度赞同啦。对于台湾的利益是什么呢？其实特朗普是没有非常在意的。特朗普是中国叫美国总统的名，台湾叫伊川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伫中国央视节目内底对中国的用词各有一个。对美国人非常幸运的是，他碰到一个前所未有对美国人非常唯命是从的一个领导人，就是蔡英文。讲到民进党政府的对美国政策，王宏威一直咧批评，佮叫总统是领导人，引发网友咧批评。事实上，央视海峡两岸这个节目，每一天拢会邀请一个台湾代表、甲北京代表，佮主播讲两话。毋那是王宏威，或者游子祥、赖月谦嘛是常常上节目。赖月谦佮捌甲台湾讲做是倒来，引发议论。对王宏威的讲法，国民党团的总调敢若无啥认同。如果我不会这样讲啊，台湾总统嘛，总统就是领导人嘛。那这个每个人的习惯我一定讲说台湾总统就是台湾总统，不只是他自己影响到，说不定他还没被影响到，是整个国民党被影响到，我觉得非常可惜啊。但是看起来好像国民党中央也挡不住他们这个鱼贯去参加中国官方媒体，然后去打压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表态，我觉得很可怜啊。民进党立委郑运鹏认为，马立化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到对话各讲袂出来。另外，王宏威嘛是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嘛卖真侪届代表国民党对外发言，伊的言论敢是代表国民党对两岸的态度？去访行党主席江启臣爱对外讲不清楚。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香港这边一个21岁少年家，名叫冼家豪，因为伊去年6月12日有去立法会外口参加抗议。所以，检察官用暴动罪甲伊起诉，昨一点法院认罪，这也是反送中运动内底头一个甘愿承认这罪的人士。
香港的经济因为病情摊开所致，今年春天的经济成长率比较旧年同期缩8.9%落来，这也是有史以来爬上重的一档。疫情冲击着全球的经济，香港初时公布头一季的 GDP 成长率比去年同期佫衰退8.9%，创下历史上上大波的幅度。这嘛反映着美中贸易的冲突、加反送中事件，也佫有疫情的影响，地区经济活动拢暂停。香港3月份的失业率是4.2%，创下最近9年的新高。按算第二季嘅 GDP 同款嘅負成長。而家我哋政府嘅立場咧，都係要多做一啲逆周期嘅工作。政府已經先後公布咗2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同埋喺2020-21年嘅財政預算案3批嘅措施咧，係接近動用2900億元。也若限聚令敢會放令，林鄭月娥表示已經佇咧研議，會趕緊宣布，包括美容院、戲院等等，7月開始會當恢復營業，嘛呼籲立法會趕緊通過財政預算案。不過，針對立法會內委會超過半年無選出正副主席，伊是甲部分的議員發聲講回頭是岸，嘛希望佇咧會議上唔通出現相拍嘅場面。治安嘅問題打鬥或者咩嘅問題，咁亦都係交由執法部門咧嚟到去處理。但我希望呢兩方面嘅情況都唔會發生。咁所以我喺呢度只能夠再次強烈呼籲勸喻咧，就部分立法會嘅議員咧，希望能夠回頭是岸。就伫咧疫情還未結束的時陣，21歲的救生員謝家豪，伫咧去年6月12日的時陣，參與佇立法會外口的抗議，去互控告甲其他的人做伙參與暴動。初時伊伫咧法院認罪，正做香港反送中運動當中頭一個承認暴動罪的示威者。暴動罪伫咧香港是重罪，會當關10年。謝家豪伫咧答辯的時陣，呼籲香港人愛經落去。律師是強調講，伊無案底，甲法官求情，嘛會伫咧15的時陣來宣判。記者綜合報道。5月18，一年一擺的世界衛生大會特別舉辦，咱台灣敢通以觀察員的身份入去參加呢？世界衛生組織到當只有表示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代表。不過，伊若透露已經有2國已經提案要討論邀請台灣參加的問題。外交部閣再強調一擺，講中國無權利代表咱台灣。另外，咱也要繼續捐700幾萬塊喙罨，予當地咧欠用的國家。Humans. Why did WHO not take Taiwan CDC observations seriously? 是搁一屆去訪問到台灣的議題，世界衛生組織 WHO 秘書長譚德賽也是無回應，也否認去年底有收到台灣的提醒，講新型冠狀病毒會人餵人這個風險，而且也甲發言的權利等候 WHO 的法律顧問所羅門。49 years ago, the UN and WHO decided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within the UN system, and that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decision still stands. 世界衛生大會 WHA 會伫咧5月18舉行，台灣敢有法度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呢 ？WHO 表態唯一一個合法的代表就是中國，不過也頭一屆透露已經有2個國家要提案，會伫咧 WHA 和成員國討論台灣參與的問題。And indeed, 2 countries have already formally proposed that member states consider this matter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所羅門強調，考量地域政治並唔是 WHO 的責任，也無法度、無權利來決定，所以最後會由194個會員國決議為主。外交部是無透露多2個友邦國家要支持咱，只講有更較濟友邦會加入。台灣雖然即陣也無收到 WHO 的邀請函，不過也是會繼續打拼爭取，而且強調中國無權利代表台灣。我們互不隸屬，這是不爭的事實，是現狀。更是大家人心所同然。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無權在國際組織以及國際場合代表我們台灣2300萬人民。即陣參加 WHA 受到阻擋，不過台灣宣布會啟動第3批國際人道援助行動。加上台灣人過去1禮拜用台灣的喙罨救助世界捐393萬的喙罨，這屆繼續要捐出707萬的喙罨，包括美國、歐盟會員國、友邦、新南向國家，也有非洲、中東敘利亞等等的國家攏受惠。記者綜合報道。鏡頭刷來去看國外，意大利的國民禁止離開厝內，行達2月日，到5月初時總會開始會當出門偷窺。
目前英国内已经有450万人会当开始入去公司上班办公室，餐厅、咖啡厅也挺好开业做生意咯。不过，若学校拍算就要等到9月才会阁重新开放。民众伫徛喺外口替医护人员拍扑啊，因为若毋是有医护人员咧拍拼，因即阵无法度阁上行路行达。意大利伫咧当地时间5月初4开始进入解除封锁第2阶段，原本零零清清的行路，即阵出现人阵，邮船顶悬也有乘客啊。即一天，互意大利真侪人等了真久。店厝自主封锁做2个月的时间，即阵总算会使出来和亲人见面啊！72岁阿公多明尼哥甲伊的查某孙抱起来，伊是感动甲讲不出话。Disperati, la quarantena l'abbiamo passata disperati. Adesso non riesco neanche a parlare, sono troppo emozionato. 2 mesi non la vediamo, è solo videochiamata, però non è lo stesso, non può essere lo stesso. 即阵伫咧公园，也有民众伫外口热踅，有人看到镜头是真欢喜，紧握手。伫咧 pub、咖啡馆，也有餐厅，即阵也开店做外送的生意。对初4开始，意大利差不多有450万人恢复上班，不过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个时阵防疫的工作也是爱照起工作。民众出入车站的时，一定爱磅体温、挂喙暗，而且排队的时阵爱保持社交距离。这时阵就爱让较开咧。伫咧学校这部分，爱等到9月份才有法度重新开放。意大利即阵有超过20万人确诊，未外3万人死亡，是欧洲死亡人数上介多的国家。不过，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伫咧初4指出，实际的死亡人数恐惊会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搁较多，因为差不多有12000人因为不明原因全死去，这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所致，只是无去防验出来。镜头转去美国，就算讲全美国的疫情即阵也搁真严重，不过伫咧经济的冲击之下，有一寡州已经小连续放零限制。伫咧加州当地时间初4宣布对初8开始进入重新启动计划第2阶段，温存风险较低的工作场所恢复营业，有一寡海报也会开放。在疫情重灾区纽约州，过一日又搁新增加200多个人死亡。不过，州长古莫指出，死亡人数下降的速度其实不如预期。即阵要重新开放纽约，恐惊有困难。伫咧全美国，即阵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110万人，未外7万人死亡。不过，总统川普伫咧初3参加福斯新闻天气市政厅会议直播的时阵，说讲，尽管毋是伊的拍拼，即阵美国死亡的人数恐惊会搁较多。不过，伊也坦白讲，疫情致使真侪人不幸过身，这过身的人数恐惊会达到10万人。伊也搁一概批评中国隐瞒疫情，互病毒为武汉逼出来，即阵全拖到全世界。We're going to lose anywhere from 75, 80 to 100,000 people. That's a horrible thing. We shouldn't lose one person over this. This should have been stopped in China. It should have been stopped. 不过疫情恐惊比川普估计更较严重。纽约时报出的一份政府内部的文件，内底就预告，到6月初1的时，每天死亡人数会达到3000人，比即阵1750人增加70%。过一日新增加的病例会增加到20万例，比现此时每天25000人加买10倍。不过，白宫是无认同这个讲法。就算讲是安尼，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也预测，到8月初的时，全美国差不多会有135000人死亡。这也可能是因为各州拢豆豆解除封锁，人员也开始流动，才会致使疫情搁再压悬。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赶紧研究出武汉肺炎的预防策，当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这个机关已经发动募款，包含欧洲这边的国家，还有亚洲的日本、南韩，拢有慷慨援助。短短几点钟内就募到74亿的欧洲票。不过这摆美国是无表示要助战，川普总统阁开声讲，若在伊咧看，预防策今年年底因美国这边可能就有通开发出来了。这条替研发新冠病毒疫苗资金欠缺部分所进行的全球线顶募款活动，透过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领袖的线顶参加保证，测试伫咧短短几点钟以内，就达到设定的74亿欧元，超是80亿美金，差不多是2400亿新台票的募款目标。We've made it. Today is a defining moment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这个疫苗募款活动是由欧盟世界银行、比尔盖茨基金会甲挪威所发起的。挪威带头先捐出10亿美金，欧盟的德国甲法国嘛总共捐出11亿美金。若是感染病毒已经恢复的英国首相强生，嘛代表英国捐出9.2亿美金。The more we pull together and share our expertise, the faster our scientists will succeed. 另外，包括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中东的约旦、科威特等等的国家嘛，拢有响应。亚洲方面，日本是捐出超8.3亿美金，南韩嘛有捐5000万美金，中国是由驻欧盟代表出面来参加。这届总共拨款80亿美金的经费，其中43亿会用伫咧疫苗研究，21亿用伫咧治疗，另外超16亿会用伫咧测试。联合国甲世界卫生组织拢对这届拨款真成功表示真安慰。不过疫情共款真严重的美国甲俄罗斯这届却无参加，但是美国歌手马丹娜是以个人的名义捐出100万美金。若是美国总统川普车衫伫咧华府林肯纪念堂接受福斯电视台专访的时阵是表示，伊有信心美国伫咧今年底进前第当有疫苗出来呀。And I'm telling you, by the end of the year,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vaccine. You think another country could beat us? Like you,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get a vaccine that works. I really don't care. If it's another country, I'll take my hat off to them. 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开始疫苗人体临床试验的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目前有102个疫苗研发工作，其中8个得到批准临床试验。国际有真侪间大型医药公司，包括辉瑞、赛诺菲、交生等等，拢有加入来研发，希望讲会当甲时间比赛，量早测试出会当结束疫情的有效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各地头的消息。早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针对去年10月宜兰县南方澳大桥断轨这条案公布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讲桥顶所铺的路面比较本地设计也较高，还有偏好地质号的吊索，顶下过坑仔后各样，但会阁继续查明这个问题，敢是地势大桥断轨主要的原因。云南会分析监视器所录的南方澳大桥影片，迄天早起9点30分02秒，桥体甲主桥中发出现无正常的震动，桥体开始沉落来，无甲2秒8号吊索头一个落落来，所落来4个吊索套管嘛小连续落落来。9点30分落落来桥体碰到海面，断桥了后，云南会进行桥面点甲铺面正心处样，发现样本高度16公分，比原本的设计高1倍。未来我们会做分析，就是我们把它也许做平均化之后，我们来看说增加的这些厚度。是不是会实际，因为增加厚度就增加重量，那是不是实际会对这个桥梁的承载会有些影响？另外，云南会嘛发现南方澳大桥的10号吊索设计顶下不平均，二楼的无使用线坑嘛，毋是伫咧正中央。以力学来讲，可能的地势受力不平均，不过敢是会影响地势断桥，搁爱综合分析。云南会经过各方的访谈，嘛，搁一概确认105年了后，大桥无做过任何检测。因为他们之间的管理权责还有一些模糊的地方，所以105年之后，也没有其他单位去针对这个桥梁做检测。以现在相关规范的话。桥梁应该是每2年应该要做一次检测。云安会初步的调查，大桥伫咧107年9月份到108年1月份中午，当地有大量载土的车直接通过，敢有去影响到桥的承重，嘛是后续要调查的重点。所以来召开专家学者会议，预计今年8月份会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去年6月14日，台南市刑警大队的警察组刘三营和一个姓梅的某人约伫咧柳营一间歌友会谈判，双方所发生口角，对方邀请出来甲刘警员考试。本地一审判决19档过2个月，不过高等法院台南法院2审认定凶手无和刘家的家属和解，就来加重刑罚，换判伊无期徒。这则命案发生伫去年6月14日半暝点外，台南市刑大侦查组刘三营甲梅文奎小约谈判，约伫咧柳营区3手练歌场。因为背上超袂好势，梅文奎向野枪向细楼的员警正手柄已经架头开枪，因为枪支通过正手柄的细胞，急救了后不治死亡。细梅的查甫人互掠着了后。这讲无要杀人的意思，一审以枪炮罪、杀人罪判19年2个月，双方拢不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宣判出炉。应执行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科罚金新台币10万元，罚金如易服劳役，以新台币1000元折算1日。因为刘三营有警职的身份，佮捌当选台南市模范警察，这站台警察的案件引起社会关心。警政署长陈家钦嘛捌落兰表示关心。事发了后，被告到今拢无对死者的家属提出赔偿，互家属是真不满，要求检方就要判较重咧。
原判决认被告持枪射击的地方及射击的方向不对。第二，原判决科刑时并未查明被告杀人的动机及被告犯罪的情节，量刑确有不妥。法官考虑到姓梅的被告明明知影刘三英是警察，但判证前阁调工诈称，近期离开称犯刑重大，对家属的赔偿金额一直无共识，才会撤销1审的原判，加重量刑。专案会当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顶日苗栗的警方伫咧网络要查卖喙烟的诈骗案，结果煞去查到有人改造7支改造的枪机，搁有藏毒品伫咧。苗栗警方表示讲，真侪嫌疑犯拢利用通心软体卖民众喙烟，毋过实在讲，若要买，还是要经过政府开放便利商店甲药房才会管道，才有保障。嫌犯入去超商内底准备要领钱，几个警察赶紧冲起来，甲伊压掉咧。伊拼死想要走，也是去互掠着。落尾警方就随去超伊的车，发现内底有分装好的毒品。一两大概10几、16，那两就快100公克了。警方搁来对咧去细尖的查甫人住的所在，找到7支改造的枪，搁有挥列真大的散弹枪。苗栗警方透过网络搜证，发现细尖的查甫人涉嫌网络罪案的诈骗案。伊透过面册甲赖顶顶的通讯软体，加做会当伫网络卖喙烟，向被害者诈骗财物。警方才查到枪甲毒品。这次的防疫期间，我们利用网络搜寻，针对防疫物资，还有那个口罩，还有一些针对毒品还有枪支的部分，我们都去做一个全面的网络搜寻。那这次在这个书香期间，我们在网络上面也搜寻到相关的一些不法事证，在这次的书香期间，我们就一并来执行。警方总共敲出290公克的毒品，搁有不法所得21万。苗栗警方统计，伫咧防疫期间进行网络搜索，总共找到7支非法的枪，3件网络卖喙烟的诈骗案，其中1件诈骗的金额要到300多万，全部拢移送法办。伫咧防疫期间，治安的部分嘛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所过来看花莲，虽然目前已经是青梅啊山季的尾气，毋过花莲县富里的山区遮梅啊还是真济。种梅啊的农民表示讲，今年梅啊大出，平均产量比较去年加8-9成出来，尤其市场销路好，价上嘛袂歹。这是花莲富里乡的罗山有机村，20多公顷的山区拢总有9000丛的梅啊树。以往4月底就应该结束采收的工作，但是即马已经进入5月，也是有真高的青梅啊，而且品质真好。收成1年好，1年不好。那像去年不好嘛，去年大概10棵的梅子树长大概1棵的量而已，所以说收成大概是1成左右。那今年的收成大概可以8-9成。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真侪农作物拢销袂出去。但是因为青梅啊有有机酸会当代谢碱性的物质，并向人体血液的 pH 值，互消费者真介意，袂少人买回去生也是急救。可能消费者也知道，我们梅子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们也多多订购我们这个现采的，或者是做成的这个加工品回去做品尝。但是中医师嘛提醒，有部分疾病民众袂当食伤济。牙齿不好的人不适合吃。另外，如果胃酸过多，因为它酸很多了，也不适合。另外，胃溃疡的也是比较要注意。另外就是比较会痛经或者月经量偏少的也不适合。富里乡农会表示，已经向梅仔农用10公斤20块的保证价收购150吨的青梅仔，而且甲宜兰食品业者合作开发咸酸甜、梅仔醋、梅仔酒等等的商品，让梅仔农伫景气无好的时阵找到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一年四季气候伫咧变化，这天地生成的热天原来有真侪台湾民间的俗语话，尤其这种4字的这款成语，咧讲热到什么程度？国政今日捡几句来，和所有咱这观众朋友互相来参考。头一句，咱来讲喙打后看，搁讲一句顶尖下壁，这种真正表示讲有够热到讲无地汤真正挡袂牢。喙打后搁看，台湾话4字尔，毋过描写甲袂出敢若互你看到镜头咧。喙打后，连拿后，都安尼无水分袂动的就对啊。尤其咱真侪遮手面趁遮，咱遮艰苦人，外口面无车通好驶啦，
咱乌多摆咧徛，也无在条放冷气，乌多摆要哪放冷气？当日头光遮尔赤影影，日头光安尼伫咧烧，顶尖下壁，真正互人挡袂牢。热，毋则讲真正爱保持补充水分，这袂用咧滚酸笑的。顶尖下壁，日头伫咧煎，涂骹有迄个烧气下起来，安尼伫咧壁，壁甲讲规身躯热翕翕。毋过吼，讲到热，另外还佫有一句话，咱着爱分互真哦。啊，佫有一句台湾话，讲做头烧耳热。这都毋是咧表达天气热的时阵所遭遇的情形。咱若咧讲哇，这个囡仔头烧耳热，吼，这毋是咧讲天气热啦，是讲囡仔人发烧，是讲吼身体有各样，摸起来头壳遐烧，耳孔边也真热。这毋是热天咧讲的哦。老爸老母若囡仔咧头烧耳热，你无才调做工课啦，干那烦恼就烦恼袂完啊。所以即句头烧耳热是讲人破病。特别咱咧形容讲，有一寡囡仔吼，伊咬发烧、咬感冒，即句话真适合用。爱有影热，热甲会引起讲人的心理有哪产生变化。搁种另外搁扣两句，有哪四字的。头一句就是讲做心光火抖，热甲挡袂牢。明明吼，咱40分钟要赶较到的，实在讲谈咧路林徛倒摆，30分钟就要拼互到位啊。毋过心光火抖，若发生交通万不利的意外要安怎样？所以嘛是得爱冷静。毋则国政啊，伫咧讲虽然啦天气变化，盛夏炎热，代志安尼缭乱，毋过意念得爱镇静，心肝得爱放互清。过来即句就是讲做紧事看办，热甲挡袂牢。水咧啉，你原来毋通啉伤凶。人讲喘啉冰水，会去伤着。啊，代志嘛共款呢。你若赶紧要办，有通着啊办袂好。毋则共即个4字的成语，咱台湾话有一句咧教人讲紧事看办，即句也真值得咱捡起来做参考。过来，咱原来讲婚林卖老者，卖了的老人会5年前就成立一个股团，就是望讲互这个时代学拍鼓，训练骹手的反应，和保持记忆有通好。这个团体到当已经演出70几场，咱嘛做伙来听阿公阿嬷因真整齐，佮充满活力的歌声。拍鼓为做一练，同齐练鼓。婚林卖了乡老人会中会，甲这条演奏较慢的练刷，老师随着换另外一种节奏，带大家感受无同的气氛。众人就拢爱斟酌甲听，用心体会，这鼓声才通整齐佮活跳。袂歹耍，啊，我运动方面我都用咧着吼，啊，我超88岁哦，我就来拍太鼓，拍到93，已经拍10。阿公笑讲，来遮毋但练身体，也练记忆。婚林卖了老人会，平常时着替时代举办大细项活动。毋过成立这个鼓团，希望长辈有更较大的舞台，会使行出社区，去到庙埕、学校，和人分享浸伫鼓声内底的快乐。然后最南边到达屏东的地区表演，最北边到桃园。在打太鼓这边，不是只有快乐的心情而已，还有让他们除了身心能够健康。哇冷的鼓声响起，就那亲像是卖了乡长辈活跳的生命力，也展现因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卖了看完，咱来看西螺。西螺的豆油品质是同人学老。啊，那甲豆油摕来做鸡卵糕，气味又阁是啥款呢？来讲西螺的安定国校，为着要让学生囡仔更较了解庄头做豆油的产业，特别带学生制作豆油的鸡卵糕，将两款特色完全无同的材料结合出新的口味。囡仔兄、囡仔姐，大家人拢无用咧做鸡卵糕，遵照老师的指导，每一步拢唔敢漏交。尤其是上重要的这味，斟酌一看，竟然是豆油。这是婚林西螺安定国小设计的课程，用在地生产的豆油，要带学生囡仔家己体验做点心的趣味。你有想过酱油跟蛋糕可以加在一起吗？没有。会期待等下的味道？会啊。那有没有哪个环节是自己印象最深刻？要在加面粉要揉的时候要小心温柔的搅拌它，不然会变成贵之类的东西。豆油咸咸的气味，加上鸡卵糕的香甜，
较少人会想到要甲这两款物件结合做伙，说颠倒变出另外一种无同款的口味，甘甜啊甘甜，互人愈食愈煞嘴。这个酱油蛋糕吃起来怎么样？很好吃，很脆，很甜啊。会不会咸？不会啊。好啊，酱油味道在里面会不搭吗？很搭。很搭哦。学校希望互学生囡仔亲手去做，来了解咱逐工食的物件是安怎生产甲应用，认捌在地产业。学生食到亲手做的鸡卵糕，嘛会搁较珍惜，其实就是上好的食农教育。当然也是希望借由制作的时候，然后去介绍食材，然后再进而去让他们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让他们产生兴趣。我们想说，让孩子呢学习如何做中学，然后并且将他们所学应用于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另外设计一个酱油蛋糕的课程，让他们实地的去操作这个美味。豆油是西里重要的特产之一，学校希望会当结合地方产业来做教育，用创意推测在地创新，唔但趣味，阁有意义，互人了解传统产业有搁较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去年5月，台湾正做是亚洲头一个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当有同志团体就比较今年和4年前同性恋的人数伫职业场所显面承认家己感情的意向的比例已经提高成高。不过，还是有3成的人唔敢甲主管表明讲家己是同志、同性恋这款的意向。去年5月份，立法院通过司法院释字第748号改说施行法，让台湾变作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修正通过。专法通过了后，这1年期间，同志职业出柜的意愿更有增加。有同志团体对比2016年甲2020年的调查数据，甲2016年比起来，这场当中有人出柜的比例是提悬，需要假做家己是异性恋的比例是降低。这场上关心的议题，嘛对4年前的这场无优先，变作工作压力大，还佫有增加同志权利的社交。但是，虽然有过半的问卷提答者认为讲，伫咧一场出柜真重要，啊，毋过也是有1成的人完全无出柜的经验。担心的是会影响职场的人际关系。那此外的话呢，也蛮多人是会担心说会影响到工作的升迁或发展，或是导致自己遭受霸凌或骚扰，或是遭到同事的主管或刁难。这个用行业别来看，餐饮业、自由业、甲艺术产业、甲其他产业比起来讲，会当较自在，甲同时承认家己同志的身份。教育、金融、甲公务人员是较少。主管的权利啊，然后或是他们就是主管跟下属之间交流的这个机会相对的是比较少一点。同志团体认为讲，除了企业爱拍拼以外，政府的相关单位嘛爱甲多元性别优先这场的议题纳入去劳动训练，这会当互这场环境更较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讲，红头树、蓝树遮有130几间民宿，过去这拢无合法。啊，不过经过政府将法律的规定放开令，今年已经有11间民宿业者得到合法的登记。台东县政府嘛表示讲，未来继续推动，包含其他原住民的地区，也会做伙辅导，让愈侪原住民通来经营合法的民宿。当年有10多万人次去南苏旅游，但是南苏一直无合法的旅宿业，因为南苏人传统对土地持有权是一代传一代，无登记嘛就无法度正做合法的旅宿。这不管对经营者还是游客来讲，拢真无保障。不过3年前，中央修订民宿管理办法，放任土地使用纳入都市原住民族地区的土地，佮加上台东县政府修改原住民地区建筑结构安全鉴定标准，今年就免费辅导11间南苏的民宿摕到土地建筑甲消防登记。摕到合法的民宿标章，南苏的民宿业者讲，总算唔免亲像过去一业经营民宿。我们也争取了10年了，10年来其实都是很挣扎。只要政府有什么措施，比如说秋冬方案什么，我们就可以该争取的权利可以争取得到啊。不过目前南苏各有130多间民宿业者在等合法的标章，但是县府讲，目前已经辅导因摕到土地持有也是租用登记，年底之前会有搁较侪民宿合法化。而且即马倒数顶悬嘛有少年翁仔某登去南苏，把经营民宿当作在地就业。不合法的话，那我们的经营方式会比较多元化，不仅是旅游品质的提升，也是保障业者和旅客的旅游权益。台东县政府表示，有南苏的民宿摕到合法的成功经验，今年扩大到其他原住民地区，嘛做伙纳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
北部29度到33度。中部30度到35度。南部29度到35度。东部28度到32度。金门马祖澎湖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